什么？兄弟，你都没用嘅，能先俾埋我。真能够不摸龙哦，怎么这个？我这哟，太多汤，怎么弄？哦，不是，我个不知道嘛，摸到最后。哇，丢了呢。我去抓住了，我去把它搞了，不行了，抓了，抓了，大朋友，而且那垃圾家里面我拿到了，我啊，你拿那个垃圾桶，人家搞定了，人家对了，赶紧，我看怎么不对了，我讲干么嘞，你。哎，这么做个呀？他很多人讲没搞定，是不拉的哦，你先插话，我手上啊，你要不我你拿个玻璃划过来呢？你了吗？摸，我拿弄非常好，我弄那个垃圾桶，是不是啊？你那个多的啦，这个，我领进不来很大。不好摸，好多啊，管到我，管了吗？怎么样？到了 ，OK 啊。我来过去了，我来拿来说，拿来下不是，拿来下不要说，我们没放弃啊，幸福呢？我把我让你好好弄去，我一天那个。现在在我身上呢，我们过去的，来吧，我领导的，我来冰刀1、2、3。我把你下去，不要，啊！这啥的？那个女的也找不着人了。这个我保安，好多年。我说，这是多少？我怎么搞的？还是的哦。走点，我早点走的啦。不过，我领导。师傅，这个做哪个呢？师傅。我还回来。拿了。修没了，我在那个做完，我超高，这个是进我头，当然了，拿起，让他在进你家嘛，不许动，走了，哎呀，够了，走，打，好，打乱了，我那个老那个饿了，我牛啊，多高的，摸，等这垫子啊，摸，还没对进我头了，我吹你要打，都拆掉，那你那上台，你上北，那不到，你还路线踩了，还多呢，马姐还多，那个丢了啊，
喂，长兄，空到底下去，個特務好緊要，我哪別得緊啊？我嚟啦嘛，我嚟啦，我發現好笑，我發現好笑，太好笑，邊度好啫？睇到我，我都就睇到你嘢好英嘅。我哋你好你啊，睇到啦，有啲咯，啊你這麼做，對你只包過一半啦，好幾張攞出嚟，是吧？好啫，出得幾呀，大哥？對嘛？我係個產啊！我嚟啦嘛，為了燈籠找對下，證明錯下，有得滯，就今年我唔知道咧，係。有得滯。等我打，精密就跟警察警察啦。嗯。等我打，就青春打到我頭嘢喲，我應有，我去，你等我打其實啦，嗰啲我冇到咗，陳偉基人對住我啊，佢英雄你冇你咧。嗱，你講，對冇？我係個柴，我嚟嘅，燈籠找精彩。哦，左，你這麼左，好得錢你用。阿姐，講啊，這個還多少？講啦，嗰度算啦，我必先讀卷的哈。唔讀，個睇定，讀嘅，讀先讀，你先讀啦，邊讀啊？邊嚟？邊讀先讀？讀先讀喎。我老公就知道啦。阿姐，你講啦。你懂了？哇！干了？慢走啊！干了嘛？